香港西九龍真係會處罰每一個卡點嘅人，30分鐘內絲滑通關西九龍嘅保姆級攻略來啦！大家千祈唔好似我咁，因為遲到1分鐘，白白食咗幾張頭等飛嘅錢。首先要知道，西九龍返內地唔係淨係刷身份證就得㗎，坐高鐵記得一定要留足夠時間，因為你可能要過5、6關。第一關係高鐵閘機，買好車票，直接刷身份證走自助通道就得。過咗閘機到第2關，香港呢邊要過機安檢，手機都要同行李一齊過機，高峰期人會好多，記得預留時間。安檢完第3關就到香港出入境海關，電子通行證直接走自助通道，帶小朋友嘅只能走人工。跟住第4關要掃黑碼，之後就過內地海關。第5關入到內地仲要過1次安檢，呢度排隊會超多人，仲要留意帶返內地嘅嘢自己檢查下，唔係喺呢度被查要補稅，耽誤咗高鐵時間，海關係唔會賠償你㗎。你以為咁就完咗？仲未啊！到咗檢票口，你會見到烏卒卒一場人，因為西九龍預留嘅檢票區域太細。如果你時間好充裕，可以去休息區坐陣，快啲收藏好。祝大家旅程愉快！